魔法100日挑戰第72日。有咁樣飛去同埋一做啊，有咁樣可以同埋一做啊，咁樣可以製造嘢製造嘅，咁樣可以睇邊部車，咁樣可以睇媽咪玩。係。我咁樣可以同媽媽一齊奔跑吧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做好我個 script， 做多啲啦，然後好感恩我可以去創造，我好感恩我好活力，好感恩我好開心，好快樂，好青春，好謙虛，好有型，好叻，好靚，好正。好感謝阿仔同我一齊拍片，好感謝阿仔同我一齊玩，好感謝我老公成日陪我，同埋同我一齊開心。感謝我個爸爸媽媽都好健康，我好感謝我個親人都好容易溝通，好感謝我嘅學生同老師都好願意成長，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一齊努力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如果鍾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